想必是潘巡抚吧？我今天来是想……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是想要人是吧？好说呀，告诉我哪个反贼的家眷，我会帮这个忙的。就冲你这张小脸蛋儿，我也会。哎，放肆！哎，对付你们这些人，本府向来都很放肆的。姓潘的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小心我把你那条手给卸了。哎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竟敢恐吓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谁敢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9000岁清零。潘大人跟我叔叔混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不认得这道令牌吧？你叔叔？那姑娘你是？我家姑娘是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。潘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我魏方宗是谁吧？哎呦，恕在下有眼无珠。常听9000岁提起姑娘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请姑娘恕在下无礼。既然知道，还敢对我家姑娘无礼，该打！慢着，好歹人家是巡抚大人，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哎呀，多谢姑娘大量，择日本府必定备其厚礼，向姑娘谢罪。哼，厚礼是山珍海味还是奇珍异宝？你当本姑娘是没吃过没见过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是我叔叔那儿没有的。哎呦，那可不敢。不知道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，姑娘尽管吩咐。我只想要你帮我做一件小事。请姑娘直说，下官在所不辞。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哎呦，这事儿容易，我现在就派人，就是把无锡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一定把姑娘要找的人给找出来。哎，别说找一个，就是找几十几百，也不是个什么难事儿。姑娘，你要找的是谁呀？我要找那么多人干嘛？我只想找我的红影哥哥。红影哥哥是谁呀？审计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，他是我的红影哥哥，智慧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像狼一样的冷静，一样的冷血。他出手急如风，快如电，比豹子还矫健。他有苍蝇般的眼神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能洞察先机。他龙行虎步，走路的时候每踏出一步，不多不少只有10寸。好看，就看见没有？看人家这一身行头就不一样，大侠呀！是啊，大侠就是不一样，太帅了。他帅，我不帅。谁让你看他人呢？看他钱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，看他的钱袋鼓鼓的，肯定有不少银子。他一定很有钱。很快他的钱就要变成我的钱。哎，当家的，你看人这身行头就知道人家是高手，咱们打劫他，算了啊！不是你给我长点出息好不好？你懂什么呀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咱们就算是进了虎穴，可是也未必能得着虎子啊！你想想啊，咱们哪次打劫，哪次得过手？哪次不是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、屁滚尿流的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有点志向，长点志气呀？不是啊，你说你们受这么点小挫折，都给你们吓成这样，你们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？要不然我们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脱离苦海，我们才能扬名立万？可是当家的，可是行了。决定了，就拿这头肥羊开刀。
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方宗，清风和明月说看见你进了客栈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红影哥哥，别洗了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不，我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别这样，你看清楚，你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？为什么别人的梦都有醒的时候，而你的梦却永远也醒不了？因为我不是别人。你忘了带这个。你慢点喝，心里不好受，你直说嘛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那么大个人了还做噩梦，自己吓唬自己。红影哥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杀错人了？不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那就对了，你杀人是为朝廷办事，为皇上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这本来是忠孝两全的事啊。再说了，你杀的又全是那些该死的乱臣贼子，他们本来就该死，你又没有办错事，干嘛那么折磨自己？每次都拼命的洗手，我看你啊，手都快洗脱皮了。答应过一个人，你答应过一个人？洗手？你答应过谁呀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不告诉我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省得又自讨没趣。将军，没想到魏忠贤这个狗贼，真的敢对顾大人动手。恐怕现在和东林书院沾点边的人，都被这阉狗魏忠贤！你这无法无天的阉宦！石副将听令，末将在，即刻随本将进京面圣。我要当着皇上的面弹劾魏忠贤这个老贼！将军，万万不可！大胆！军令如山，你敢抗命？末将不敢抗命。只是将军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望将军您三思啊！三思？我还要三思？顾大学士、熊将军，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、为国为民的忠臣？魏忠贤这老贼为了夺权，不停地捏造罪名，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。再这么下去，朝廷早晚是魏忠贤的，大明朝早晚要毁在这个狗贼的手里。可是将军，魏忠贤，他现在是皇上的宠臣，权倾朝野。如果将军您贸然回京，一定会中了这个奸贼的暗算，惹来杀身之祸呀！哼！我袁崇焕自从军之日，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为了皇上，为了我大明江山，即便是株连九族，我也要除掉这个奸贼。将军义薄云天，天下皆知。可是，这个人生死事小，顾全大局为重。将军，请三思啊！那依你之见呢？风尘双侠仍在江南，东林书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定会传消息回来。将军，不如略等几天再做定夺。上苍有眼，佑我忠良。如果铁盒里的秘密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忠良义士要遭到他的陷害。二位不用担心，我听顾大人说过，没有钥匙，即使魏忠贤撬开铁盒，也什么都得不到。那钥匙在哪儿啊？铁盒的钥匙其实就是顾大学士的官印。只要找到这枚官印，我们把它毁掉，就可以救多少人的性命啊！但愿这官印还没有落入那狗贼的手里。这个东林书院就没有人活下来吗？不太清楚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通知袁大将军。袁大将军，顾老先生不幸身亡，东林党人群龙无首，袁崇焕将军现在手握重兵，我想
魏忠贤再傻也不敢对他动手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赶快告诉他。哎，可是这个袁大将军现在远在辽东啊，这个我们怎么可以？放心吧，我和师太这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辽东，禀报袁将军。忍住啊！嗨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存心害我吗你？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？小少爷，我阉鸡、阉鸭、阉狗之后啊，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它服上，过2天就好了啊。什么？给畜生上的药？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是东西。什么？不，你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，不，你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小少爷。小少爷，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什么都干。哎呀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。哎呀，小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？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啊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啊，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汉阳大学士顾县城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